为着推广艺术，并且帮助民众祈福求平安，日月潭文武庙伫新春期间办平安鼓就雕的艺术展览。第一届举办要平安鼓的拔鼓的活动咧，受到咱全国地方各界的回响所以呢，今年就再次来举办这个拔鼓的活动这摆有48位就雕的艺术家参展，其中少年辈的艺术家真有创意。也有像河马的乌龟，那也有像鸟的乌龟，就是集结比较多样式，自己觉得有趣的一个创新。除了有展览通看以外，主办单位嘛准备平安鼓要游客拔平安。拔鼓成功，可以将平安龟供奉回家，不但可以做艺术品的一个欣赏，增加艺术的一个趣味性。鼓有长寿吉祥意思，民意代表邀请乡亲过年时会使去日月潭文武庙望石鼓求平安。